在地人在地前来关心粪扫问题，全台湾各地拢加减有处理粪扫的问题。台中清水区大卡溪边的土地，最近几年来，互人恶意倒一寡用尽的废弃物，在地乡亲是真无奈。环保局人员讲已经找到人啊。荒掉发电机的底，红蹲放真侪用尽的废弃物。地主国产署发布的清理手上接到通知，关来只处理变通。台中市议员邱典中就讲，手上的情形已经发生真侪摆。我们不孝业者倒垃圾都会倒在我们海线地区，成为这个垃圾的倒垃圾的地方。这就伫咧大家溪边的清水区和花路，邱典中讲，即摆发现有5个所在，互人倒粪扫，呼吁台中市政府应该加强行政效率，来抓这黑白倒粪扫的民众。我希望我们市政府拿出一套很好的管理办法，来把这一个垃圾不孝业者倒垃圾的问题把它解决掉。市府环保局嘛讲，已经针对海线开放黑白倒粪扫所在先立专案，会加到监视器卖鸡派调查人员来这巡查，维护当地环境品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